國家主席習近平為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舉行友誼勳章頒授儀式。國家副主席韓正同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共同出席慶祝中巴建交75週年招待會。美軍喺霍爾木茲海峽擊沉2艘伊朗布雷船，伊朗軍方話擊落咗1架美軍無人機。分析指華為推出韜定律，為半導體與電子系統演進提供全新指導原則。各位歡迎收睇鳳凰衛視香港台晚間專線，我係黃浩琪，嚟睇下新聞嘅詳細內容。國家主席習近平尋晚喺北京人民大會堂為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舉行友誼勳章頒授儀式。喺雄渾嘅禮樂聲中，習近平主席同武契奇總統一同步入大廳。習近平主席夫人彭麗媛、武契奇總統夫人塔馬拉隨行。習近平同武契奇登上授勳台，軍樂團奏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習近平致辭時指出，武契奇總統長期致力於中塞友好，大力推動兩國關係發展，係中塞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嘅積極建設者同堅定維護者。武契奇總統長期致力於中塞友好，在涉及中國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問題上，武契奇總統始終給予中方最堅定、最明確的支持，贏得廣大中國人民的尊重。習近平話：當前中塞兩國政治互信堅如磐石，務實合作成果矚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事實證明，中塞兩國相互支持、共謀發展、合作共贏，彼此成就，樹立咗國與國交往嘅典範。習近平強調，友誼勳章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最高榮譽勳章。呢枚勳章唔單止係對武契奇總統為中塞友好所作貢獻嘅高度肯定，亦都寄託住兩國人民對新時代中塞命運共同體建設嘅殷切期望。隨後，黨和國家功勳榮譽表彰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外交部長王毅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授勳令。禮兵護送友誼勳章入場，喺莊嚴嘅樂曲聲中，習近平鄭重為武契奇佩掛勳章，兩國元首親切握手。隨後軍樂團奏塞爾維亞共和國國歌。武契奇致答詞時表示，感謝中方授予佢友誼勳章，佢代表塞爾維亞國家同人民接受呢枚勳章。呢次係佢人生最重要嘅時刻之一，塞方永遠唔會忘記中國嘅支持幫助，佢將繼續致力於塞中友好事業，同中方一道推進構建塞中命運共同體。鳳凰衛視綜合報道。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上個禮拜6到今個禮拜2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期間兩國簽署多個領域合作文件，就深化中巴全天候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同共同關心嘅國際與地區問題達成新嘅廣泛共識。兩國並發表聯合聲明。聯合聲明指出，中巴兩國將加快構建新時代更加緊密嘅中巴命運共同體，為構建周邊命運共同體作出示範。雙方決心堅定不移維護同發展中巴關係，落實好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巴基斯坦伊斯蘭共和國政府關於構建新時代更加緊密的中巴命運共同體行動計劃2025至2029年。雙方重申堅定支持維護彼此核心利益。雙方強調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嘅權威性不容質疑同挑戰。巴方祝賀中方圓滿完成14.5嘅戰略目標，實現15.5順利開局。
中方祝賀巴基斯坦領導人以國家經濟轉型計劃2024至2029年為中心，帶領國家實現宏觀經濟穩定。雙方同意發掘經貿、能源、數字經濟、金融、科技創新、人工智能、信息通訊、水利、海洋等領域合作潛力。中方願同巴方深入落實全球安全倡議，建立中巴安全夥伴關係，持續開展雙多邊反恐合作，加強兩軍合作，為促進地區和平穩定進一步發揮積極作用。雙方堅定捍衛以聯合國為核心嘅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嘅國際秩序，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同原則為基礎嘅國際關係基本準則，致力於推動平等有序嘅世界多極化同普惠包容嘅經濟全球化。雙方一致認為要堅定維護以戰勝利成果，反對任何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捲土重來嘅圖謀。巴方支持中方倡議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認為呢個係促進人工智能向善普惠發展嘅實際行動，將同中方共同推進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同國際合作。雙方重新維護南亞和平穩定，通過對話同外交方式解決所有未決爭議嘅重要性，反對任何單邊行動。巴方支持習近平主席就維護同促進中東和平穩定提出嘅4點主張。巴方積極評價喺今年4月中國、阿富汗、巴基斯坦三方烏魯木齊非正式會晤，歡迎中方為巴亞雙方溝通提供對話平台。鳳凰衛視綜合報導。國家副主席韓正尋日喺北京同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共同出席慶祝中巴建交75週年招待會並致辭。韓正話：中國同巴基斯坦係山水相連、命運與共嘅好朋友。中巴傳統友誼由兩國老一輩領導人親手締造。建交75年嚟，中巴兩國始終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國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贏嘅典範。韓正指出，當前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形勢變亂交織，外部環境越是複雜，中巴越要堅定站在一起。中方願同巴方認真落實兩國領導人達成嘅重要共識，以慶祝建交75週年為契機，更續傳統友誼，加強戰略溝通，深化務實合作，喺各自現代化進程中攜手前行，加快構建新時代更加緊密嘅中巴命運共同體，為兩國人民帶嚟更多福祉，為地區和平穩定繁榮貢獻力量。夏巴茲表示，巴中友誼牢不可破，已達到前所未有高度。巴方欽佩中國人民通過不懈努力實現偉大發展成就，願學習借鑑中國經驗，實現自身發展，推動巴中友誼不斷開花結果，世代相傳。鳳凰衛視綜合報導。睇下伊朗方面，美國同伊朗嘅停火持續生效之際，美軍向伊朗南部發動自衛性空襲，攻擊伊朗嘅導彈設施同埋佈設水雷嘅船隻。美方官員指，美方嘅行動已經暫時結束，強調唔係要破壞停火。伊朗傳媒就報道，阿巴斯港傳出爆炸聲，目前局勢平靜。美軍中央司令部話，星期一攻擊伊朗南部嘅導彈發射設施同試圖佈設水雷嘅船隻，以保護美軍部隊。話美軍喺持續停火期間會繼續自衛並保持克制。美國霍士新聞引述美方官員透露，美軍發現2艘伊朗船隻喺霍爾木茲海峽試圖佈設水雷，因此採取行動摧毀2艘船。美軍又攻擊咗阿巴斯港一處地對空導彈陣地，話導彈瞄準美軍嘅戰機。官員強調，有關行動都係防禦性攻擊，唔係要破壞停火，而美軍嘅行動已經暫時結束。